想盡情探索世界同自主退休享受人生？保誠信守明天多元貨幣保險計劃提供高潛在回報，為你建立穩健恒久嘅財務根基，緊握世界機遇，邁向財務自由。Hannah 係一位高級工程師，享受自由嘅單身生活。佢想退休時周遊列國，自由享受生活，同時有充裕財富儲備照顧屋企。所以投保保誠信守明天多元貨幣保險計劃，及早安排自主退休大計。之後 Hannah 被派到加拿大總公司擔任高級工程師，喺開心嘅同時，亦擔心點樣處理香港嘅屋企開支。所以 Hannah 透過計劃嘅開支散葉選項，將保單一分為二，一份主要作為家庭開支儲備，另一份為自己退休做好準備。Hannah 喺第一份保單委任姐姐 Kate 做後續持有人，同埋外甥 John 做後備受保人，作為心意將財富無縫傳承俾家人。喺第二份保單 ，Hannah 運用貨幣轉換選項，將保單貨幣由美元轉做加元，及早建立環遊世界儲備，安享自主退休生活。Hannah 66歲退休，佢運用市場首創嘅自主入息選項，喺退休後第一年，從第一份保單大約攞18000美元，並因應通脹，其後每年增加3%，以現金流補貼喺香港屋企嘅生活開支。Hannah 亦明白投資市場瞬息萬變，所以喺第二份保單，佢透過中期紅利鎖定選項，鎖定中期紅利非保證現金價值嘅75%。加強財務穩健。2年後 ，Hannah 喺中期紅利鎖定戶口攞咗5萬美元，開始佢嘅豪華郵輪假期，環遊世界。之後 ，Hannah 解鎖中期紅利鎖定戶口剩餘嘅金額，以把握環球機遇。一直關注動物權益嘅 Hannah， 亦希望為保護動物出一分力。81歲時，佢終止第二份保單，攞到約19萬美元嘅退保價值。並將一部分捐俾動物福利慈善機構，盡顯愛心；另一部分就作為生活開支。Hannah 喺91歲不幸離世。過去26年 ，Hannah 一共攞咗約71萬美元嘅入息，相當於已繳總保費約5.6倍，補貼喺香港嘅屋企生活開支。Kate 亦無縫接管第一份保單，成為保單嘅新持有人。John 就成為新受保人。預期非保證總現金價值約為37萬美元，唔計之前拎咗嘅金額，2份保單嘅價值加埋已經超過56萬美元，約為已繳總保費嘅4.4倍。唔單止幫 Hannah 實現夢想，仲令屋企人有安穩生活。保誠信守明天多元貨幣保險計劃，幫你建立堅實後盾，成就財務自由。